我是讲吼，因两个外子，啊一个两个外子，一个遐去上大学啦吼。阮大姊一个94个，啊阮兄哥92个，我一个大姊88个吼。啊，今仔在座者吼，阮足侪我的前辈，我是讲恁是我的兄哥，我的大姊。啊，当时要讲咱的厝内啊，大家来同乐啦吼。所以我无少见笑，啊无少离陪啦吼。我做好事，但是我爱钱。阮祖囝常常讲，爸爸你若愈老，咱愈袂见笑。我是我甲阮祖囝，我伫台湾的时候，阮无过新青春啦吼。所以即摆来美国吼，我想讲去补青春啦，阮太太吼。啊，我兴趣条小肉粽吼，两点我想爱做，大家讲知影。我毋知当时才知影，有一条小肉粽烧歌啦。啊，我尾仔才知影讲即条吼，古早伫台湾的时阵，禁止袂使唱吼。啊，尾仔才知影讲，啊，条遮尔乡土遮尔下咱台湾的气味，咱是安怎甲伊禁止吼？所以我感觉，啊，第二吼，即条小肉粽吼，迄个过金发台湾迄个歌手，伊日本的 NHK 啊，唱一条小肉粽，伊咧用啊大我拢有看过，哦，台湾的第一个歌手，啊，唱台湾的上岛的歌。哦，迄节目我已经看着，我感觉足感动，所以我就对即条小肉粽印象足深，感觉足爱吃。所以我老年吼，我以前吼，我就要放迄个倚天唱的小肉粽，啊，就要放迄个过金发唱的小肉粽，两个一唱拢无共气味，我足好听的。啊，我吼敢唱尔啦，啊，毋做好事，啊，声量嘛无讲足大，哦，但是我反正拢家己人嘛吼，咱拢同乡嘛吼。所以同乐安尼尔吼，来。
哦。